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环保屯开发已从引来引南深度频繁点幕。屏东高速乡泰山村有一块标雅嘅韩国旧围嘅灯种耕地，有一间泰国之风打出台湾企业名声嘅农机工厂，佢中意嘅造会所，打算爱扩厂晒过去。题目系合法呗，宽平也高诶，不过采地村民将会有污染，坚持反对。也其实唔係單一個案，有環保資源在成業者打算提苗栗銅鑼中興工業區來設立試驗廢棄物應用爐廠，提防控因控制，被到廠商半夜的宣布冇作為，對市政到鄉下如是唔得，加西亞到海順做得冇。經濟部工業區屯離島嘅中濱工業區已被環保用地賣本廠商，而來起試驗廢棄物焚化廠。還係引起縣市鄉親嘅反彈。廿多年來，民眾因來因重視環保，有搭官方、民間搭廠商之間，嗰種相互唔幸福。無論用呢，民眾都反對。環保屯開發喺台灣，以從係唔讓壓路算數，無妥協嘅空間。環保該難做，企業投資開發，韓國係鬼都市懊惱。只講台灣講大唔大，講細又唔細。有時唔得，馬嘅路愛，也算馬嘅路無愛。啊，佮愛種檸檬咧，啊，佮愛種玉蘭花咧，啊，佮愛種迄個咧芋頭咧。高速嘅團務嘅其中一個主要身體，反射廠設計會同屏東縣政府頭前演出行通卡，反對農機廠去高速開工廠，因為會污染到水源。先前到地方判說明會架下，民眾行開下來，希望同農機廠動下來，咪避開。我今仔有一隻，我來拜託大頭家你，我解貴。設計會路線北路要求農機廠每套高速向泰山村開工廠，佢哋認為既然高速算係水源保護區，就不應該準備開怕我有污染工廠。第76年，互咱制定了後，咱第90年，互咱高樹鄉全部來離母，咱高樹鄉袂當飼豬，咱所有的養豬戶，攏已經攏離母啊。是安怎？離今年，離這個工廠復興這間工廠，後來離咱泰山家買到這塊土地了後，要來起第二工廠。其實它本來就是窯業跟礦業用地，本來就是屬於可以做一些工業發展的。在國家公園是1公頃以上才要環評，在這裡它是2500公尺，也不2500平方公尺，也就是簡單的講，就是1/4公頃它就要做環評，而且它有一些表列的項目，就是說污染性的這個部分啊，它哪些不能做，而這個廠在申請的這個過程當中，它其實是沒有正面表列的那些污染性的這個部分。環保局解釋，台灣水源保護區有4種，近千年嘅係第一類使用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像高速嘅第二類嘅自來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另外還有水庫蓄水區同水源提停區，1.3公頃嘅農機廠提停區，所以等種建體。工業做得來做，經過環保局嚴格環評詳細把關，最尾環評委員要歸下通過嘅。不過民眾爭議，連合租嘅都做唔得，讓合租的開工廠咯。泰山家有足濟水站，有一寡民間的有6、7間，這種世代的小蜜蜂的這款水車呢，伊攏是載到屏東高雄，去到厝，到厝頭前遐，互人會當來到厝才互伊加。到大台像咱拄過迄種較大台迄種有30幾棟的迄種的，迄攏去到高雄、屏東、台南。泰山村喺到太武山的山腳下，除了自來水公司、台亞石汽水站、沿山公路順巷，還有一棟民間的潛水站，供應高頻梯級的使用水。工廠要成立，是整個高速鄉，也是整個泰山村第一個工業工廠的成立。一旦開立了，我們村民很擔心，開放了會不會在第2家工廠、第3家工廠陸續的用這樣的合法的名義來成立工廠？我們大家一直都說，哎呀，水質水量保護區就不能夠設工廠。事實上，高速地區其實還是有一些工廠在這邊，前後至少10幾家的這個合法的這個工廠在裡面。銀華豚穩定性高，配合度高，而且吃苦耐勞，創造出 MIT 高品質的技術。
一间农机工厂本来到屏东从此系成立30年的传统机业制造厂，一几年来重新设计国外天单加工道一天抗重工厂。今年70岁王琼光，嘅员工做清一场菜体中高龄的人，去年还本路通铺县道对老人家友善的企业，竟因为菜体人较稳定，咩较有认同感，因为菜体人监督得呢。就算晒到高数去，今每个抢菜体人，按上至少要抢有63年。也劳动部有表扬啊，用也润发力量啦，哦，有也45岁过后生业的人吼，来采来就业。啊，然後呢，我哋呢個當地實廠嘅時間，我哋咩大量嚟替優先嚟用嘅當地嘅就業人口。高數人受騙呢，新開工廠會帶來污染。王長江大拍講，台灣中小企業無卡同工廠圈圈呢，佢係從此年同家鄉開工廠30多年來，從來冇人來怪怨過。韓國工廠搶水落來冷卻，唔可以廢水流出去。一機嘅喺測試喺摸嘅時間啦，用嘅植物性呢冷卻水，對總比人嘅溫度唔會增加，嘅挪下去嘅同嘅水混合嘅咩經過也機器啊佢會呢分解出來，分解出來嘅水做水要再循環嚟利用，所以講完全冇排放啊。唔過上港相信，這間工廠伊這輪目前是申請要做機啊，伊向是申請是頂懸要做迄種太陽能的，迄種要來賣光電的。唔過今仔日伊這間公司內底伊項目，伊有做螺絲帽，伊嘛有做白鐵的加工。所以講，咱下一煩惱就講，你若做螺絲帽，伊會來做這個電鍍；你若白鐵伊會來做生銹。王長江講，佢搶做機嘅本行，佢同台中泰利一間天土廠長期合作，將一批貨單單做送過去，設計方兩岸手，自家做天土生銹，還唔當貓出去俾人做。屏東縣環保局講，開工廠要返片認證，政府嚴格去查。村民係懷疑講也天土我哋有做冇啦，實際我哋冇做，因為天土有個專門技術。本嘅專業嘅人做啊，今日嗰種嘅刺痛機嘅做，比我哋做完個省，成本完個較大。其實就是你申請什麼東西，如果你超過這個範圍，這個算是一種欺騙。這個其實在法律上，它不是單純的法律啊，它是要犯刑法的。尤其在環評報告書，它如果是作假或各方面，這個是非常嚴重。像這個葉子，就是這個空氣污染，它的酸雨，因為工業區的那個酸雨，你知道它會爛葉，就是那個陸軍病。苗栗同路強陽咩污嘅重要身體，也有人愛開工廠嘅大問題。68歲農民聽正堂拿出污嘅受到污染證據，對附近嘅中型工業區、南北區開工廠都見農體受到工業區比過來養成嘅影響。環保業者頭104年提出申請，想投工業區度開資源再生處理廠，地度沒有樣樣如一的設備，開高幾廿倍說明費，村民都一定反對。一类熔爐的設置，它是燒事業廢棄物，當然它是屬於高污染。那高污染，那它煙囪是35米高，那你說會不會有影響？我相信這個大家心中都會有一個疑慮啦。它雖然也是在工業區，但那個工業區是一個一般性的，就是一些比較民生工業方面。那你忽然要設立一個有害廢棄物的一個熔爐，而且就是收了。種類多達100種，然後又可能發生意外，然後沒有緩衝，完全沒有緩衝，所以沒有緩衝是一個最大的問題。民眾希望加到那個前位所，反對可能有高污染企業喺同路開工廠，一隻案呢未還沒經過翻評，環保業者頭今年8月來主動同苗栗縣環保局查案。
那你严嘛按照事业废弃物，也很没规范在哪一个区块、哪只地方，也较来做咧讨论，充分的讨论。当然，较会讲，这综合冇使到牙就乡村来，大家慢慢吼。对都市到乡村，他家都买私人废弃物处理厂，嘅工厂係講佢到限定人都去開船，也唔會同人家提權，會卡好無奈。現正私人廢棄物無奈後邊嘅問題，見來見嚴重。除咗萬奈輪到環保署統計，全台灣有162隻按到非法代役嘅東西嘅場所。經濟部工業局已經賣出裝邊工業區度9公頃環保設施用地，後半日再來開私人廢棄物處理廠，供應每到縣市鄉民看到危險。啊，这是一个离岛工业区，所以它是在最偏偏远远的角落，而且当初工业局规划这一区就是环保专用地，啊，所以工业局才会因为考虑到我们现在事业废弃物没有处理厂的一个问题，所以他才把这个环保专业地把它释出来。到了晚上啊，或者是有一些那个异味，我们在这边的居民啊，也不甘其扰了。这种呼吸的权利嘛，会影响到我们这当地的居民。为什么那个环保的问题都丢在我们县西乡？在这个彰滨工业区县西区里面，已经有很多家的事业废弃物的处理厂商。我们要先考虑环境的含容能力跟这些废弃物所制造出来对环境的压力哈，因为你再新增加一个，而且这个丰裕公司它要处理的这个事业废弃物的量也很大。包含新開私人廢棄物處理廠在內，彰濱工業區度已經4座焚化廠，長期追蹤中部空氣污染變化學者彰濱嘅調查。彰濱工業區兼台中火力發電廠，10年彰濱嘅海船地區農作物表皮面嘅重金屬含量增加，初度癌症人比例嘅增加，也就表示環境內唔好按到嘅污染。從實際的資料來看的話，那包含這些台電的平行監測的資料，發現這些的附近這些農作物上的土壤，發現就在收成之前，這些土壤表土的重金屬常比離土就30公分左右，這離土都會高上個2到4倍。對，所以就表示說，這表土上的一些這些重金屬應該是從空氣沉降下來的。投資設這個大型的事業廢棄物焚化廠，需要投資將近20-30億的資金，企業不可能去為了一些小的污染去沒有做好，損害到自己企業的投資金額，還有企業界的形象，而且這個回收的年限都很長。環保業者保證會比法規排放標準合格嚴。環保團體咪講，問題嘅源頭係政府嘅產業政策並冇研討較難嘅淘汰體，較好嘅留下來，使至到留下來高污染、高可能產業，製造太多私人廢棄物，要先開處理廠，形成惡性循環。等到環保團體去主動，等到本人看做係愛到經濟發展嘅龍頭。其實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環保怠惰了。我指的並不是廠商，而是說我們環保署的這些立法，譬如說有這個所謂的有害的重金屬、戴奧辛這些或者其他 VOC 的部分，目前我們國家有規範的這些所謂排放標準，可能只有少數幾種而已。環保團體在這個階段，當然看起來好像是在阻擋、在抗爭，其實背後的原因是要逼着政府或產業去痛定思痛，到底怎麼去解決問題，而不是一般大家看到環保團體就是阻擋所有的開發案，其實這是不對的。我們希望阻擋下來的是希望讓這個產業的政策能夠走向更好。環保團體們認為，企業投資開工廠有各種無同樣情形。實在唔好味道，反對人要做生意，見講到開發做得反對。屏東農機廠本來去國外投資，唔少技術本人學者爭留到台灣，受到抗爭的影響。本來9月底要去工廠時間暫後嘅，黃長江受騙呢，再個拖下去，減怕會影響到競爭力。那邊的17排貨物稅啊，偏偏係啲競爭對手啊。韓國啦，佢哋免稅，所以講我哋競爭能力都差幾多。我們自己台灣這麼小的一個島，
所面临现在这个废弃物的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要用更理性、更平和？你可以来好好的监督丰裕未来的建厂、未来的营运操作看我们有没有做到我们的承诺。环境保护同开发行为无天操做相互对立，最关系台湾各地加上面对各级政府係講準嘅，做因材開發方同民眾日最尾政府無公信力，企業同人民也得唔到好處，三方面都數搶，係講年頭產業政策唔公當也唔清楚，政府也唔擔輸贏，減出了保證，幾場按樣反駁抗爭，天錯不係要。